新闻头起身，先来看总统赖清德今仔日行村拜拜，搁在呼吁民众都爱支持加强国防。国防部嘛感谢到强军旧历过年头一届联合战备精神。另外，美国总统 Trump 是证实，2月初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咧讲电话，是有讲到卖武器予台湾的代志。不过，华尔街日报则是报道讲，为着避免 Trump 访问中国行程去受到影响，有一笔美国要卖台湾的武器无正客观。清查归港到强标拜拜之后，发福地啊，总统赖清德也把握机会，佮向乡亲发声，支持强化国防。咱国家面对强大的威胁，咱敢唔免强化咱的国防力量，来保护咱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，有需要无？中军19也出动强机舰，执行旧年以来第8个联合战备精神了台。美国总统川普证实，2月初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线时阵，有讨论对内军事议题。President Xi, in your talk with him recently, warned about sending more weapons to Taiwan. I have a response. I'm talking to him about it. We had a good conversation, and we'll make a determination pretty soon. Tell us about your trip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. 宣北用回应对内政策不变，暗过华尔街日报18独家报道，为避免影响川普4月去中国国事访问，这项重大对内军售案都安尼卡掉咧。I haven't read the full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. I will just say, with respect to an arms sale to Taiwan, I don't have any announcements or updates on that for you today. 报道中讲到，川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一个111亿美金的对内军售引起中国不满。两人这个月初同意进行美国咧讨论，另外一项包含爱国者会谈对待军售，暗过伫习近平是压制下，川普咧考虑军售台湾的时机点。这有点回到过去奥巴马时代，就是考虑中国因素，然后累积很多我们申请的要求以后，找到一个所谓的适当的时间。习近平如果能够满足这个川普总统选举的这个要求的话呢，那么也许我们的军售会受到影响。学者分析，川普访问中国，习近平回访美国 ，APEC 加G20体峰会，所以两人今年有希望见面失败，也是考虑美中关系走向的机会。另外，台湾议题也无可避免，一定向美中谈判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